你小姐姐。嗨，我觉得你小姐姐会嫌这里面冷。哎，今天那个打的儿是谁呀？俊杰，杰哥，这信号好差呀！你连这里的 WiFi，啊，这里有 WiFi 的吗？对，但是我不知道你要不要阿里吃。好热呀！是空调关的吗？他怕你冷，结果呢你热。刚刚也是。哦，你再看，我那不动出来。什么啊？是刚刚关掉的是吧？有啊。这青青要吃。馒头上。我们说你要，他说今天不要，他那个吃，东东要吃。是的，对你，他心心念念说东东要吃，吃不啦？我说红烧肉点一点，他说他不吃，结果我说东东吃。云霄也要吃的肉，吃。但是这个有点油。那是很好吃的。哦，知道了。那不是今天吗？那不是跟这个无缘。你把那筷子拿走。啊，没关系，我没用过。哦，你要不要拿？我现在先不要。我真的信号很差，所以这个 WiFi 密码到底是什么啊？因为哪里是？他应该群里发过吧？现在啪一下子收到信息。你是什么？看一下。哦，要了，群里搞呀。要才能认得上。你现在对那个江湖搞出来的我要过去一个，你不要我要稍微跟那东西搞。哎，你去哪里了？你去哪里了？吃饭了？不用了，这样你可以给我包着我让你。快来吃饭。好，你下个宿舍里。老师。方便吃，就在后面买牛肉面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开整了，开始。啊。它就辣。没想象中那么辣吗？不假的，我涂的。哎，这个菜挺好吃的，快吃。真的吗？要吃。那还有两黄，另外的是什么？这蛋黄你是哪个？蛋黄我之前吃过。就是蛋黄就是咸鸭蛋。蛋黄、黄瓜、黄瓜我昨天吃过了。黄鳝、黄鱼。黄瓜那我昨天也吃黄瓜。筷子没有了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我的？你在找呀不是？左看右看。要不给我出早饭上菜。看哪里到底是？这是什么传说？可是我吃饱了，我吃2块肉的。不行啊，你这个吃我都吃了。10号吧，10号吧。10号。嗯。